我今日發言嘅主題係完善機制，促進社保可持續健康發展。今年4月長官答問大會上面，行政長官表示，預計到2041年，本澳65歲以及以上嘅長者數量將會由現時嘅大約10.9萬人增加到16.4萬人。行政長官同時指出，2024年政府對長者服務定額資助已經佔整體社福資助嘅大約33%。出生率持續下降，老齡化加劇，本澳正逐步邁向超老齡化社會。呢個不但對人口結構、經濟社會嘅長遠發展產生影響，亦都對社會保障制度嘅可持續發展造成可以預期嘅影響。出生率下降，令到作為社保供款來源嘅勞動人口規模未來會逐步減少，影響社保基金嘅收入。另一方面，長者人口持續增加，以及養老金等各項嘅福利金津貼喺未來嘅持續調整，都將會對社保給付造成壓力。目前社保基金收入嘅來源主要係政府撥款，包括博彩撥款、每年財政總預算經常性收入1%嘅共同分享，以及係中央預算執行結餘3%嘅撥款。2024年，上述3項撥款嘅總收入佔社保基金全年總收入嘅46.78%，整體投資收入亦都佔到社保基金全年總收入嘅47.52%，而社保受益人嘅供款則僅係佔社保基金全年總收入嘅2.87%。社保基金收入嚴重依賴政府撥款，不利於制度可持續健康發展。可持續原則係社會保障制度重要原則之一，意味住社保既要保障我哋當代人嘅基本生活需求，亦都要考慮到我哋子孫後代嘅社會保障要求。雖然根據社會保障制度法律，政府對社會保障嘅給付係負有連帶責任嘅，但係仍然需要強調嘅係社會保障制度共同承擔、合理參與、共建共享嘅理念。因此，本人提出以下3點建議。第一係完善社保給付恆常調整機制。社保給付恆常調整機制喺於2022年起全面實施，有關機制以累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達到3%作為啟動調整各項給付嘅條件。不過，由於疫情影響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曾經連續多年未達到調整標準，使到我哋嘅養老金數年未能夠調整。但係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並唔係直接反映我哋長者所面對嘅生活壓力。大量嘅民生必需品價格喺過去數年裏邊係持續上漲，直接對我哋長者現有嘅生活水平係造成咗影響。本人建議政府應該適時檢討並且優化社保給付恆常調整機制，評估推出長者消費物價指數，以及將養老金同最低維生指數掛鈎嘅可行性，令到養老金等等嘅給付調整更加及時、更加合理、更加切合我哋長者嘅實際需要。第二，適時將非強制性央積金過渡為強制性。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法律嘅生效實施，為構建澳門特色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咗堅實嘅法律保障。然而，現時仍有部分嘅職工未能夠受惠於雙層式社會保障。本人希望政府視乎經濟形勢，適時推進央積金由非強制性過渡為強制性，讓所有嘅職工都能夠享受到雙層式嘅退休保障。第三，完善社保共建共享機制。社會保障制度係社會嘅穩定器、安全網。完善社保體系係構建和諧社會嘅重要內容同埋重要保障。本人希望政府加強社保制度嘅建設，提升本澳社會整體風險意識、責任意識以及憂患意識，循序漸進咁改善制度嘅收入結構，用更多樣性嘅措施去鞏固社保資源，增強社保制度嘅整體穩定性同埋韌性，共同推進制度嘅可持續健康發展。多謝。